好，来好， 112页。112页，宣告上尾新的一部分宣告书，好，开始。开始读，好，对说教到今仔日，今仔日有不止侪的宣教师来台湾做工，鼓舞教会，其中有的已经过身，歹势过身，有的为着家内的什么死血，家内的死血是啥物意思？死血，死血吼 ，SIT 血。是第8条吼，好，死血是啥物？我毋知是第8条、第4条，伊迄个。系啊，看本。系啊。应该是我以为是死血啦，死血是啥物意思？死是为着家内的死血，还是本身拄着破病？死血应该就是死去、失去、生死的死吼，死人迄个死吼，死人活人迄个。哦，了解，死血就是头一个是第2条，第2个是第4条，死血。血，毋是血是 SEK， 就是好。死血，毋是死血，嘿对，死血。等一下哦，我记一下，这个印无清楚，我甲伊画清楚。死血，安尼死血，嘿对，敢是好死血。好，还是这个词我记一下，记一下，死血，死血。好，死血，死亡的意思。死血，哦，了解。好，继续读。好，为着家内的死血，还是本身拄着破病，故不将国倒转去本国啊，了解意思啊？好，倒转去本国，若是现时现时伫地下，应该读轻声吼，伫地下还有10外人，嘿，伫地下，伫地下还有10外人。好，有诶来，歹势等一下哦，我来画后一页，毋是换后一页。有诶来台湾已经侪年，有诶来无偌久。好，这段你敢莫来读一遍？好。伊这相片拄好差不多1922年、23年。嘿，23年是。拄则讲诶年份。嘿啊，还拄好呢。宣教师对说教到今仔日有不止侪的宣教师来台湾做工，鼓舞教会，其中有诶已经过身，有诶为着家内的死死，还是本身拄着破病，故不将搁倒转去本国。若是现时伫地还有10外人，有诶来台湾已经侪年，有诶来无偌久。好，继续吼，后一段。好，头一个到咱北部就是该牧师，伊伫3月9号1872到淡水。头一个到咱北部就是该牧师，伊伫3月9号1872到淡水。好。第2个就是华医生，伊伫174甲，敢是甲
应该是甲。甲好，甲医生娘，好，甲医生娘到台湾做工。伊做工医病2、3年久，后来拄着家内的死实，国倒转去本国。第二个就是华医生，伊伫184甲医生娘到台湾做工医病2、3年久，后来拄着家内死实，搁倒转去本国。好，第178润博士娘到台湾，伊伫台湾4年久，后来拄着破病真伤重，医生命令伊倒去电用。应该是电用是我咧想，可能是调用了吼。调用，对，就系调用，就了解啊。我来看卖，应该无电用即个词吼。应该毋是嘿。呵呵。调用啊，但是声调嘛毋对去吼。调应该是第5调，对。可能是第5还是第7啦？调。调用来看卖，调用是倒一个声调。第1调呢，调用，第2点数的调用，嘿。所以是第一1个哦。嘿，第1调。调。我读到第7声安尼说。调，对。变第1调，第1声变第七声，嘿。调用对。等我一个，我记一个。调变调吼，调用。调用，哎呀，等我一个，我来记这个词。调用。好，记好啊。拄好这段结束，你干嘛来读一遍？好，开个对。第178润牧师娘到台湾，伊伫台湾4年久，后来拄着破病真伤重，医生命令伊倒去调用。好。这段吼，第183礼牧师，是礼还是？系啊，伊无清楚看成第2调，应该是第5调，才对。好，礼牧师，好，礼牧师娘到淡水，伊是细里中户的人啊，了解细里中户的人，总是身体无勇健，做工几若等一下，我感觉伊的句头怪怪。总是身体无勇健，这应该这是一抓调了无拄好。嘿，是，总是身体无勇健，句头多点好。做工几若年久，后来拄着破病，到191互主警调。礼牧师娘也真热心帮赞教会。好，你敢要来读一遍？警调。
调，紧调，应该是第三声哦，来看嘛，应该不是第一声，应该是第三。唔知。来看嘛，好，紧调，紧调也是紧调，嘿，紧调嘿，应该是紧调第三调才对。好，该画落去，紧调第三声才对。第三声好。第三，第二段收的是第三声，紧调，嘿，后来我一段我第183猎巫师娘到淡水，伊是细字中户的人，总是身体无勇行，做工几若年久，后来拄着破病，到191，互主警调。猎巫师娘也真热心帮助教会。好，后一段好，第192五威廉博士甲五博士娘到淡水，对说教到今仔日伫宣教士的中间，头尾第一做年就是五博士，伊做工头尾有32年久。哦，好。好来，第192五威廉牧师甲五牧师娘到淡水，对说教到今仔日，伫宣教士的中间头尾第一做年，就是五牧师，伊做工头尾有32年久。好，继续好。五牧师来台湾正年，五牧师来台湾正年迄时，即个正年的意思，敢是到一年 anniversary 迄个意思？我嘛是安尼用啦吼。好，来看卖个敢有收即个词。正年，有呢，伊讲是一年左右，敢台语敢有左右的意思，也是就是差不多。正年左右，这左右感觉像顶下对啦。一年顶下，好。一年顶下，好。一年八个，差不多一年左右安尼，一年左右。好，顶下，好，继续。五牧师来台湾正年迄时，该牧师甲家来转去加拿大，将北部的教会交代伊料理。迄时伫北部无别个宣教师，所以所担当的责成是真大。迄个责成敢是责任的意思？是，我记得咱捌查过。是哦，我袂记啊，我都想讲迄个词。我嘛袂记伫倒位啦，我袂记伫倒位，但是即个词咱捌查过。好，了解。好，来看卖责成，对嘛？有可能嘛是伫即本讲一本册真正有出现。好，系啊，可能是因为听起来是。哦，啊对，对。好，责成，敢是寄来的？嘛唔知，应该唔是，应该是好，应该唔是。责成，系啊，因为伊无讲，对，了解。好，了解意思，继续好。所以
伊所担当的责成是真大。到195，该牧师该牧师国倒转来台湾，这个国敢是 KOH 国在迄个国，嘿，国嘿好，我记一下 KOH 也对好，国倒转来台湾，迄碟该牧师5牧师2人3甲料理教会。好，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？五牧师来台湾正年迄时，该牧师甲家内转去加拿大，将北部的教会交代伊料理。迄时伫北部无别的宣教师，所以这应该是所啦吼，伊所担当的责成是真大，嘿。对吼，应该是第2声才对。对。到195，该牧师搁倒转来台湾，迄碟该牧师5牧师2人3甲料理教会。好，继续吼，后一段。后一段好，伫1901，该牧师拄着叛变，互上帝警调。也是应该是第3条，我画一个，互上帝警调。对，系啊，真早吼。对，即时5牧师家己一人担北部教会全部的担。小等下吼，查一确定者。1901。有。那个台湾无几年。你看伊来台湾当时，讲到该牧师伫倒位遮？172。1901 172 29年。OK， 好，29年嘛无讲介，嘛毋是介倒啦，讲倒嘛，已经足长啊，29年。系啊。好，好，继续读落吼。伫1902，这段你敢读过啊？伫1902年吼，伫1902，该牧师拄着破病，互上帝警调。对，即时5牧师家己一人担北部教会全部的担。好，教升学校做讲小掌柜的啦。这个我记起来，讲小，哇，讲小就是管账的。毋捌听过，系啊，好了解，讲管小的人。讲小。好，等一下，讲小哦，这个书敢有常常出现，我头进前拢毋捌听过这个书。我嘛毋捌听过，但是去看知影。毋过药的厝迄个。了解，好，做讲小。敢是就是若是今仔日的现代书，敢会讲是会计，会计的会计，好，做讲小，去拜堂传道理，实在
实在讲真多。其实吼，应该毋是过价啦，吼，应该是债务啦。财务对了，财务应该伊无可能家己踮那里算数啦。讲小毋是算小，是将官的意思。是将官财务安尼啦吼。了解，将官财务，了解呵。将小起摆长，传道理实在讲真多。迄点也无别个宣教师通帮赞伊，独分论望别日有较侪人通来同做工。好。教新学校做讲小起摆长传道理，实在实在讲真多，迄点也无别个宣教师通帮衬伊，独吞论望别日有较侪人通来同做工。好，继续吼，后一段第即10数年，10数年的中间，吴牧师有见着侪经拜堂，应该变调侪经拜堂，侪经拜堂，以及女学院、新学校甲马偕医院，就厉害呢，就侪工好。伫即10数年的中间，吴牧师有建筑侪经拜堂，侪经拜堂好，以及女学院、新学校。但是我一直想讲，到迄个建筑到底要变调，毋免变调？敢摆查看觅？毋免啦，因为同事加受事，一般同事是无变调的款吼。好，食饭，迄嘛是有变调。系啊，食有变调，食饭，所以建筑侪对，应该变调，建筑侪经拜堂，对，变调才对，好，了解。应该是嘛吼，我想看觅佫有啥物两字的动词，放杀放杀无囝，放杀机会，放杀对，会变调吼。爱变调是。争取，啥物安尼，争取。争取机会是争取即个机会，变调，所以变调吼，所以变调吼。建筑侪经拜堂吼，以及女学院、新学校甲马偕医院吼。好，对，好，继续吼。后一段，今年伊对加拿大诺苏新学校好，加拿大是诺苏新学校 Knox College 得到升学博士。今年伊对加拿大诺苏新学校得到升学博士。若是吴牧师娘也真旨意帮赞教会，伊敢是应该是第7条吼，伊伫侪年的中间有教示音乐、伫女学、中学甲新学校，对安尼吟诗伫咱教会来参练。等下，对安尼吟诗伫咱教会来，是安尼种，伫咱教会来暂练较进步，
该是第三条较进步。伫咱教会内啦，吼，你拢爱变调。教会内，对，伫咱教会内，这三个字是做伙的。好，伫咱教会内，暂然较进步，这拢是为着伊的苦工。好，了解。若是五牧师娘也真致意帮赞教会，伊伫侪侪年的中间有教示音乐伫女学、中学甲神学校，对安尼认识伫咱教会内，暂然较进步。好，继续后一段。这拢是要不对，这拢是为着伊的苦工。好，继续吼。伫1902，华牧师甲华牧师娘到台湾，华牧师不知像讲第一，对，不知第一国母说中会的事，总是到1904，拄着家来破病，国倒转去本国。伫1902，华牧师甲华牧师娘到台湾，华牧师不知第一国母说中会的事，总是到1904，拄着家来破病，国倒转去本国。伫1905，五是倒一个啥？第7条。05应该是第2条哟。05对，05，因为是迄个文音的文音。05，伫1905有遮的对，有遮的宣教师到台湾，宋雅各医生娘约美旦牧师约美旦牧师娘金姑娘宋医生伫侪年的中间，不知出力鼓舞医生馆，人不知信用用应该是第7条吼。所以信应该是第3条变调，信用医吼。若是为着破病，伫1919对，本调1919啦，吼，1919是本调是第2条嘿，好，1919搁再倒转去本国。伫1905有遮的宣教师到台湾，宋雅各医生娘。约美旦牧师娘、金姑娘、高姑娘，宋医生伫侪年的中间，不知出力鼓舞医生馆，人不知信用伊。若是为着破病，伫1919，搁再倒转去本国。好，继续吼，一段约牧师伫几若年的中间，约牧师对，要变调。约牧师伫几若年的中间，做新学校的教师甲校长。伊伫1917转任去朝鲜，敢是讲跟朝鲜，遐尼远的所在吼，朝鲜，好了解，就是即卖的韩国，敢是？好，
好，第一段你敢麦来？约牧师伫几若年的中间做神学校的教师甲校长，伊伫1917转任去朝鲜。好，继续后一段。金姑娘甲高姑娘未来以前，敢是第五？应该是第五，前是第五条吼。未来以前，八步无姑娘。这个所讲的姑娘，敢是迄个修女？毋是？毋是啦吼。嘿，姑娘是啥物款的？基督教无修女啦吼，基督教。对，是。好，迄是天主教的代志吼。嘿，对。因遮讲的姑娘，不过就是讲一寡也未结婚的查某囡仔。了解。好，了解这个意思。好，也未结婚。伊可能无啥物信，无啥物职位啦，就是讲伊毋是啥物神职人员啊，伊也无叫做传道啊，无说，即嘛可能叫做传道啦吼，即嘛。是。即嘛教会可能也设一寡传道安尼，传道人就对啦。可能领薪水啊，我互你一个职务叫做，迄当中我毋知有领薪水无，你就是，你就叫伊姑娘安尼。好，了解。好，一个姑娘，八步无姑娘。对因来了后有整顿女学校，甲建设有恶，不止大利益伫教会。好啦。金姑娘甲高姑娘未来以前，八步无姑娘，对因来了后有整顿女学校，甲建设负恶，不止大利益伫教会。好，继续。好，伫1907。老中间牧师娘到台湾，对伊来教导不止热心骨力报道，拢无啥物，拢无上仙，敢是亚仙？对。差不多的意思。上仙这个词，我看卖，查看卖，书店敢有收？上仙可能查无啦，你查讲仙我哩有时。有呢。上仙代理店有收。打上仙啦，毋通上仙，就骨啦。好，上仙。头一摆学到这个词。上仙，亚仙。原来仙的汉语就是安尼写仙。参考啦吼，参考对。我嘛毋知。了解。好，拢无上仙。对伊的出力，教会伫侪所在有较活动。若是伊也真爱讲道理，互未信，应该是第三条才对吼，互未信的人听。好。伫1907，老中间牧师娘到台湾，对伊来教导不止热心骨力报道，拢无上仙。对伊的出力教会伫侪所在有较活动。是啥物意思啊？对伊的出力教会伫侪所在有。应该是因为伊的出力，所以讲教会都有真侪所在拢有教会的活动。敢是这个意思？顾到无漂亮无拄好啦吼。对伊的出力顾到导点，
教会有伫侪侪所在有较活动，若是伊也真爱讲道理，互未信的人听。好，继续好，后一段后一页，好，第1910，敢是安尼讲1910，丽姑娘到台湾，起头伊担当报道的工，打伫女学院做先生。担当后壁爱连起来，就担当报道。对吼，爱变调好，担当报道的工。对。好。伫1910，丽姑娘到台湾，起头伊担当报道的工，打伫女学院做先生。继续好，第1912，红姑娘介瑞廉先生甲先生娘到台湾，红姑娘对来到，等一下，红姑娘对来到当专工四过报道，探会友因，等一下，探会友因带人。是。所以迄个探会友的迄个探是我探访了解，我进前想做迄个探机会的探，我就想讲毋是探机会，探是 NTHAN。是吼，对，无共，其实是无共的音，无共。探机会，探访，好，探访，等一下我来记一个词，是探加探 M 加 N 的差别。探机会，探钱，探访，探钱，探访。好，了解，多谢。好。好，你干嘛来？这段读刷嘿，这段拄好读刷嘿。1911，红姑娘介瑞廉先生甲先生娘到台湾，红姑娘对来到当专工四过报道探会友因带人。好，继续后一段，介瑞廉有鼓舞，是设鼓淡舞，水等者中你学校。迄个进前出现鼓舞这个词，舞敢是第二声？应该是第二声，所以讲伊遮应该是第三条是闪着，应该是第二声。鼓舞说淡水中学校。所以讲这款的所在，敢爱变调鼓舞说，也是鼓舞说淡水中学校。鼓舞说淡水，鼓舞说。我毋知呢，应该系啊，应该是鼓舞。我家己感觉鼓舞读本调较顺吼。好，继续。有鼓舞说淡水中学校。几若年的中间做校长。现时伫新学校做教师。这个鼓舞应该嘛是同事，因两个同事去做伙，这要安怎讲？是临时要唱一个像安尼词，真学。好来，我读个。介瑞廉有鼓舞说淡水中学校，我是安尼变成爱变调啦，有鼓舞爱变调淡水中学校。好。几若年的中间做校长，现时伫新学校做教师。好，
继续好，后一段伫1912叶医生娘甲丽姑丽，这是第8条哟。丽姑娘到台湾，叶医生不知情中做医生，起头伫马偕医院，后来去宜兰溪开教会的医馆。了后拄着破病，国不将倒去本国，就是伫1917。应该是死伫1917多哩有。哦，系啊，我感觉伊应该是第2条，车着死伫1917。丽姑娘伫马偕医院做应该是马偕医院啊，吼。对对，应该是第1声吼。对，我之前拢读做第7声。好，马偕医院，好，马偕医院做看护妇，医馆关起来就四过报道。好。伫1912叶医生娘甲丽姑娘到台湾，叶医生不辞尽忠做医生，起头伫马偕医院，后来去宜兰溪开教会的医馆。了后拄着破病，顾不将倒去本国，就死伫1917。丽姑娘伫马偕医院做看护妇，医馆关起来，就四过报道。好。伫1913，罗乾玉先生甲先生娘。罗乾玉。好，罗。对。好，变调了变罗。好，罗乾。你读做 LO 去，你读做罗罗好，罗后壁接先生，迄个敢爱变，敢是爱变调。罗乾玉先生。罗乾玉先生。罗乾玉先生。好，罗乾玉先生甲先生娘到台湾。伊有帮赞台北青年会。做教师。做教师会的长校，到1921做淡水中学校长。好，这段你感觉咧？教师会，我就想讲，这个教师是教师，毋是老师吼，毋是吼。嘿啊，了解。所以我拄则嘛是想，应该是教师，师就是代志的意思。教师会。好。好。伫1913，罗乾玉先生甲先生娘到台湾，伊有帮赞台北青年会做教师会的长校，到1921做淡水中学校长。好，继续吼，后一段青年会。我毋知影即个青年会是 YMCA 呢，还是？对吼，有可能哦。我毋知。敢是 YMCA 的起头。就是 YMCA 台北。好，台北分会。有可能啊，真有可能。毋过是后来吼，迄是黄明华运动才出色足侪青年会啦，所以我咧想，可能毋是啊，毋是黄明华青年会，应该是 YMCA 啦，吼。我来看卖吼，台北的 YMCA。
敢会有迄个历史通早。应该是无共诶。伊讲是 YMCA 是伫1945年，所以讲有可能是。台北青年会就是。毋过有可能是无共诶。台北青年会就台北 YMCA。台北 YMCA 伊讲是1945年。所以讲长老教会毋是共款诶吼。毋知，当然即个安尼看诶，就是 YMCA 含即只讲诶，即台北青年会无关系吼。伊是无共向诶。好，了解。好，咁咪继续读后一段。后一段伫遮好。伫1915，德姑娘有来台湾，到1917，搁倒转去加拿大。伫1915，德姑娘有来台湾，到1917，搁倒转去加拿大。好。11点啊，敢咪到遮啊？已经11点，无咱读到遮啦吼，116页煞安尼，剩一撮吼。剩一撮是。以前吼。好。安尼后礼拜来继续读。我看觅应该剩无几页啊，看吼。系啊。安甲教会。20章。好，咱就后礼拜继续吼。我要去便所啊。再会，安安。好，安安，再会。